各位朋友、各位股友，我現在向大家介紹兩隻美國股票。第一隻就是 AMD 超微電子，佢現在的股價是250個1，我睇好佢從現在開始，即係2025年1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呢段期間 ，AMD 嘅股價必定見285元一股。另外一隻就是蘋果，佢今日2025年11月1號嘅股價係270個3，我相信蘋果會在2025年1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間會見到295蚊，希望大家賺到錢。